来看看朕的寓意在忙什么呢？中照舊。你啊，一隻手過嚟啊！一天天的不來給朕請安，還要朕親自跑一趟。哇，你都好熱氣下喎，心火肝火又旺啦，最近一定好猛整同埋捱夜啦你。朕每天批的奏折可不是看得我心火盛嗎？話脾胃都好差喎，最近咧好攰啦，睇你同埋濕氣啊重，啲腸胃都好差下喎。那你說該怎麼辦吧？咁最近咧天氣潮濕啦，忽冷忽熱啦，咁都好容易出現一啲春困嘅情況啦。可以飲翻一啲健脾祛濕嘅湯，譬如係一啲兔茯苓淮山湯啊，嗰啲都比較適合你嘅捱夜嘅情況啦。咁煲啲雞骨菜嚟飲下都好噶。傳令御膳房，朕今晚就要喝到。其實我今次嚟咧，仲有個最大嘅問題嘅。係咩啊？月經失調。咁你幾耐冇嚟咧？我幫我老婆問嘅。線上看診，朕博通古今，當然知道是這樣的。照舊我俾條嚟睇下啦。愛妃又要誇朕英明了，嘿嘿。哈哈哈。